美味升华为艺术，糖花蛋糕有美好的诠释。除了铁丝以外，全部都是糖，这全部都是糖啊！全部都是糖。你说这是直接可以吃的？对，直接可以吃，可以试试看，就这样。因为它是 QQ 的。原料是延展性极佳的番糖，拿来取代鲜奶油，披附在蛋糕体上。糖衣的变化更迷人了，可以捏出各种花朵和造型。彭桂华自创一格融入客家元素做的抱枕，去日本参展成为惊艳的话题。我去到那边的时候，还蛮多日本人，因为我不懂日文，但是他们很多人就是看我的作品，然后在那边围观，然后就问，就是会问一下说，哎，这怎么做的？源自英国艺术蛋糕的糖花蛋糕，精致华丽，极富艺术性。彭桂华连续2年获得比赛首奖，念国中的女儿也传承巧手艺，母女都是冠军。后来，好了，这就是糖花蛋糕。哇，好漂亮，素叶暗厚，因为从这个做。哦，然后手艺真好了，所以因为经常做，其实从不会到会这样大概要2年吧。对，差不多。等一个个步骤慢慢雕琢，彭桂华从不讳言，糖花创作帮她走出忧郁，从中发掘自己独具一格的个性，肯定自己。她也希望透过教学交流，让更多人喜欢糖花的美好。因为学的人不多，我刚刚讲了，就是我们喜欢看的人多，但是吃的人不多。会想要把它拿来用在结婚宴会上面、寿宴上面的也很少。这个小的糖花蛋糕3000块，至于旁边这个大型的糖花艺术蛋糕要5万块钱。听到这样的价格，就知道为什么一般社会大众还难以接受。但尽管如此呢，彭老师也没有放弃。现在他继续以艺术创作在自我期许，同时努力推广糖花技艺。素音暗后，以微重建有做。素音暗后，以微重建有做。